这是选到来强读圣经，记载伫新约罗马人书12章的14节到21节，罗马人书12章第14节到21节。咱各版本的页面伫银幕顶悬。困着恁的，着甲因祝福，着祝福，无得咒诅。甲欢喜的人三甲欢喜，甲啼哭的人三甲啼哭。小款待的共一样的心，心志无得放悬，着促就卑微的，无得掠家己做有智慧，无得用歹报歹，伫正人的面前着图无遮的好事。若会得通甲正人和，就尽力甲因和。所听的兄弟啊，无得家己心软，着忍气较好，因为有记载讲，主讲。心软在伫我要报应伊。若是你的对敌枵，就互伊食；喙焦，就互伊啉。因为惊安尼将热热的火炭搭伫伊的头壳顶，无得互歹较赢，就用好较赢歹。以上，即是要请本堂内牧师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以胜赢恶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慈悲听当阿爸爸上帝。阮感谢你带领阮平安经过一礼拜，也感谢伫主你有福气要来敬拜你。阮也感谢伫过去，阮用了11礼拜，伫遮来做灵，诚做和平使者的灵命操练。但今仔日阮进入到最后一课，伫这操练中间，阮发现阮人是真正会软正。阮常常拢无看家己目睭内影茶。却看见别人目睭内的草仔油，原来阮是遮尔啊自我中心，遮尔啊软正的，所以阮毋望所有的拢倒转到伫主你的面前，一切用主做中心。阮感谢，互阮经过遮的操练中间，我嘛看见阮的会友中间，阮的集体中间，侪人有好的见证，为着这，阮就献上阮的感谢。但伫最后一课的时阵，求主你也帮助阮，以显示阮。有谦卑、敬虔、顺服的心，要来领受你的话语，也显示阮有属灵的智慧，开阮的心门，互阮会当明白。阮来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大家平安。咱伫和平使者诶，即中间操练，今仔日是最后一课。咱要用最后一课，就是讲用好较赢歹，以善胜恶。咱要开始以前的时阵。伫过去一礼拜中间，阮有邀请几啊位，是因为伫小组中间在有好的见证，阮就用录影的方式，伫遮要来做见证。邀请到4位，所以咱先来看因的即个见证。